我哋成日聽人講，信耶穌就可以上天堂，唔信就落地獄。對於必須信耶穌先可以得救呢個問題，我哋喺不信耶穌不得救嘅影片中已經解釋過。今次我哋係想討論一下，唔信耶穌嘅人係咪全部都被判落火湖呢？我係絕對唔會信耶穌嘅。如果你唔信耶穌，就一定落地獄。相信好多人可能都會覺得唔信耶穌就要落火湖，神實在太苛刻，而且有欠公平。事實上，喺我哋身邊的確有好多人一生都冇犯過罪大惡極嘅事，點解最後只係因為唔信耶穌就同嗰啲大奸大惡殺人放火嘅壞人同一命運，得到相同嘅懲罰同結局呢？對於呢個問題，相信好多人心裏都感到好納悶。首先，我哋可以肯定嘅係，根據聖經，神係按照各人一生所行嘅報應各人。所以，所有唔信耶穌嘅人，當然唔會都係劃一嘅懲罰同報應。他必按人所作的賞罰人，使各人照所行的得報。神必不作惡，全能者也不偏離公平。你們還說，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們各人所行的審判你們。你若說，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豈不明白嗎？保守你命的豈不知道嗎？他豈不按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嗎？我哋由以上聖經經文睇到，將來神審判人一定會係公平公正，令人無可推諉。一直以嚟，唔少信徒都堅信，人喺末日大審判之後，只有兩種結局，唔係天堂，就係地獄，即係聖經所指嘅新耶路撒冷城同火湖。不過，亦都有唔少信徒學者根據聖經，認為末世千年國結束之後，喺新天新地，除咗新耶路撒冷城內有得救嘅信徒之外，喺聖城外面，仲有另一批人，就係城外列國萬民。你意思係話，有信徒學者認為，將來人嘅結局，除咗天堂同火湖，仲有另一批人係喺城外居住？你講得冇錯，就呢個問題，我哋先嚟睇下聖經有關方面嘅記載。城外列國萬民，喺永恆嘅將來，喺新天新地裏，除咗有住喺新耶路撒冷城得救嘅信徒，以及喺火湖裏滅亡嘅人之外，其實仲有第三類嘅人，就係住喺新城外面更新嘅列國萬民，而佢哋將會被城裏作王嘅信徒牧養同管治，直到永遠。事實上，好多信徒學者都同意啟示錄所講嘅列國係指城外嘅居民。不過，對於居住喺城外列國到底係咩人呢，就有唔同嘅猜測同解說。有人認為城外列國係指由千禧年國過渡去新天新地嘅人。有人認為佢哋應該係嗰啲雖然被主耶穌潔淨得救，但係冇結到好果子嘅信徒。有人則推斷城外嘅萬民係嗰啲罪不至於要落火湖嘅非信徒。而我哋都認為嗰啲冇跟隨魔鬼、冇接受受印、罪不至要落火湖嘅非信徒，就係城外列國嘅居民。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列國要藉着城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於那城。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裏原沒有黑夜。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於那城。新耶路撒冷城係神與人合一同在嘅聖潔國度，喺城入面有主嘅榮光親自照耀，而進城嘅條件就係嗰啲因信耶穌被主基督寶血潔淨嘅信徒，即係喺羔羊生命冊上有名字嘅人。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居住喺城外列國嘅人，由於佢哋係非信徒，從冇得到主嘅潔淨，所行嘅冇達到神嘅旨意同標準，唔符合神嘅真理，係唔潔淨嘅人，所以係唔會被允許進城。佢哋只能靠由城內散發出嚟嘅光，
在城外行走，而佢哋喺城外嘅君王都會將佢哋城外擁有嘅榮耀、美好同有價值嘅事物都歸於聖城，以表達對神至高無上嘅敬拜同尊敬。我哋而家再嚟睇下其他有關嘅例證。城外列國萬民嘅希臘原文意思。喺啟示錄中多次提到城外嘅列國，以及生命樹葉子醫治嘅萬民，都係原文希臘語 ethnos， 編號係 G1484， 意思係指外邦嘅國家或者民族。喺新約聖經中可以用嚟指非信徒，尤其係嗰啲非猶太人同唔認識上帝嘅人。如果城外住嘅係非信徒，咁喺啟示錄20章有講到喺末日終極白色大審判後，名字冇記喺生命冊上嘅人，全都會被刑喺硫磺火湖。但係只有重生得救嘅信徒嘅名字先會記喺生命冊上。如果話城外列國萬民係未被潔淨嘅非信徒，好似唔合理喎。對於你嘅疑問，我哋可以再睇下以下有關末世審判同生命冊嘅講解。神對世人的審判，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手。呢句經文表明咗審判嘅對象係有先後同組別之分。第一場嘅審判係喺基督台前，係對信徒嘅審判。信徒係最早見主面受審判嘅群體，時間發生喺接近7年大災難嘅末期。所有復活咗嘅信徒將會喺基督台前受審判。第7位天使吹號，你的僕人眾先知和眾聖徒，凡敬畏你名的人，連大帶小得賞賜的時候也到了。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神最早嘅審判對象係所有屬神嘅信徒，而最後對信徒嘅審判結果係得勝嘅可以喺千年國度作神同基督嘅祭司，與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在頭一次復活有份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至於末後嘅白色大寶座嘅審判，係專為非信徒而設立。時間係喺7年大災難、千禧年國結束之後，對象係所有以死復活嘅非信徒，佢哋將會從海、死亡同陰間中被交出嚟，再按照各人所行接受審判。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呢度嘅死人指嘅係非信徒，而唔係信徒。信徒無論係善僕或者惡僕，已經喺7年大災難期間復活，並已喺基督台前接受審判。神甚至應許給予信徒有份於審判世人嘅權柄。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所以信徒係唔會同非信徒喺白色大寶座前一齊受審判。生命冊有大小之分。根據聖經啟示錄所提到嘅生命冊，其實係有大小之分。佢哋喺希臘原文嘅意思同字典上所用嘅編碼係唔一樣。大生命冊或可叫做總生命冊，希臘原文係 Biblos， 原文編號係 G976， 意思係指權威書冊，即國家檔案級別嘅完整大卷軸。小生命冊，希臘原文係 Biblion， 原文編號係 G975， 意思係小冊子、小卷軸。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着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以上呢段經文係提及千禧年國後喺白色大寶座對非信徒嘅審判，作為審判依據嘅案卷，全都係原文編號 G975 嘅小冊子。最初展開嘅案卷係未知數量嘅小冊子，然後就係一卷都係屬於 G975 小冊子嘅生命冊，我哋叫佢做小生命冊。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呢段經文係緊接住之前12節嘅經文，而喺15節就講到若有人名字冇記喺生命冊上，就會被判去火湖。而呢節裏嘅生命冊原文編碼係 G976，同12節嘅小生命冊唔一樣，係屬於大生命書冊完整嘅總生命冊。或者我哋可以理解，一部完整嘅大生命冊係包含咗數卷原文編號 G975 嘅小冊子，而其中一卷就係小生命冊。而家我哋再嚟睇下喺啟示錄21章27節嘅經文：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呢度所講嘅生命冊係記錄咗所有曾因信稱義得主基督寶血潔淨嘅信徒嘅名字，而佢嘅希臘原文編碼係 G975，係屬於小冊子、小卷軸，同啟示錄20章15節用以依據作為判斷誰被丟進火湖嘅大生命冊，即原文編碼 G976 係唔一樣。大生命冊係一個完整嘅總冊子，而羔羊生命冊係小冊子，就包含喺整體生命冊裏面。至於白色大寶座嘅審判，最後被判入火湖嘅依據，係整體生命冊冇名字嘅人，即係包括任何小冊子都冇名字嘅人。如果人嘅名字冇記喺整體生命冊上，佢哋嘅結局就係流亡火湖，即係第二次嘅死。不過，名字有記喺整體生命冊上嘅人，唔代表就有名字記喺小生命冊，即羔羊生命冊上。佢哋係非信徒，而相對信徒而言，佢哋仍然係死，係冇得到重生，冇神嘅生命喺裏面，屬於不潔淨嘅族類。佢哋將來喺新天新地，只可以居於聖城外，成為城外復興列國嘅百姓，必須受信徒嘅牧養同管治。只有名字記喺羔羊生命冊上嘅人，先可以喺將來新天新地中進入聖城。得救信徒作王與祭司，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贖了人來，叫我們歸於神，又叫我們成為眾王，作祭司歸於我們的神。我們也要在地上執掌王權。聰明嘅童女，盡忠嘅善僕，結好果子嘅信徒，將來會喺千禧年嘅國度得到獎賞，與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而喺千禧年國度結束之後，所有因信耶穌被潔淨稱義嘅信徒，包括嗰啲已被懲罰喺黑暗裏懊悔嘅愚昧童女同埋惡僕，佢哋全都會進入新耶路撒冷城，喺永恆嘅新天新地作王，直到永遠。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有王就有民。如果將來人嘅結局只有天堂同地獄，即係新聖城同火湖呢兩個地方，咁聖徒喺新耶路撒冷城與基督一同作王，又係咩意思呢？相對於王，唔係應該有民同有百姓？生命樹的果子與葉子，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生命樹嘅果子係賜俾嗰啲因信基督得蒙神救贖、重生得救嘅信徒，佢哋被稱為神嘅兒子。而生命果除咗象徵永恆嘅生命以及同神嘅親密關係，亦都係信徒喺神國中得享榮耀嘅象徵。佢哋唔單止享有永生嘅應許，佢哋仲可以進入神嘅聖城，與神同住。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12樣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生命樹嘅葉子可用作醫治萬民，而呢度嘅萬民係指城外更新嘅列國百姓。由於佢哋冇得到神嘅救恩，唔係新造嘅人，可能就只係活喺受造時嘅狀態中。至於葉子嘅醫治功能，代表神對萬民嘅憐憫同護理，即使佢哋尚未完全認識神，但神仍然以佢嘅恩典供應佢哋，
保守佢哋得以維持生命同健康。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權柄能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城外有那些犬類、行邪術的、淫亂的、殺人的、拜偶像的，並一切喜好說謊言編造虛謊的。城外嘅人，由於冇接受基督赦罪嘅救恩，仍然係不潔嘅存在，仍然係帶罪嘅身份，佢哋係無法進入神嘅聖城，因為只有被基督寶血潔淨嘅人，先可以享有完全嘅救恩，可以與神同在。我哋特別想強調嘅係，雖然城外嘅人可以得到生命樹葉子嘅醫治，但並不等同於佢哋得救，因為佢哋未被重生，仍然係罪人。照咁講，當末世大審判結束時，人就唔係淨係判去天堂同火湖。冇錯，我哋參照學者對聖經有關呢方面嘅各種理解，相信舊世界終結後，人可能有以下3種去向：一、新耶路撒冷城，即一般人所講嘅天堂。進聖城嘅條件係相信主耶穌，悔改並接受主基督寶血潔淨，成為聖潔嘅人。但凡入住聖城嘅信徒，已經有神嘅生命喺靈裏，有聖靈印記，係一個重生新造嘅人，而佢哋嘅名字都有記喺羔羊生命冊上。作為神嘅兒女，佢哋將會喺新天新地作君王同祭司，管理城外列國，直到永遠。二、城外列國，係指住喺新耶路撒冷城外面列國嘅非信徒，佢哋係從未被主耶穌基督潔淨，名字冇記喺羔羊生命冊上，但喺總生命冊上有名字嘅人。呢類人從前冇接受主耶穌基督嘅救恩，冇神嘅生命喺靈裏，冇得到重生，仍然係屬於不潔淨嘅人。但由於佢哋冇受過魔鬼嘅印記，所犯過嘅罪行亦都冇達到要被刑喺火湖嘅程度，所以佢哋就可以成為新城外列國嘅居民，喺新天新地。相較於喺城內作王嘅信徒，佢哋喺城外係屬民嘅身份。三、硫磺火湖，住喺呢度嘅係囚犯，除咗魔鬼撒旦同1/3背叛神嘅天使之外，仲有嗰啲跟隨魔鬼、受咗魔鬼受印，以及其他大奸大惡、死不悔改嘅大罪人。如果唔信耶穌嘅人唔使落火湖，咁大家都唔一定要信耶穌啦。咁唔通你認為喺城外生活會同城內一樣？我只係諗，會唔會好多人覺得，反正唔信耶穌都唔使落火湖，覺得住城外都唔差，就冇必要一定要信耶穌。你覺得一定要用極其恐嚇嘅方式，啲人先會肯信？咁你又知唔知，好多人覺得唔信耶穌就全部要落火湖，覺得好唔公平，好唔合理，所以先拒絕信耶穌。另外，你覺得將來冇神嘅生命喺靈裏，以不潔淨嘅族類生活，唔算係一種刑罰？聖經已經多次提到，神係照各人所行給予報應，唔係劃一嘅懲罰。咁講，其實喺火湖都可以分唔同受刑嘅等級，俾犯唔同罪行嘅人。既然係咁，喺城外居住嘅人，你覺得佢哋嘅生活都會全部一樣？其實話唔定，同而家世界可能都有相似嘅地方。點相似呢？首先，聖城係屬於神同佢兒女嘅王國，係作為新天新地嘅中心首都，呢個係毋庸置疑嘅。至於城外，或會分為唔同嘅小國，而每個小國都由佢哋自己各自被指派嘅君王管理，然後呢啲城外列國嘅君王，再將自己小國嘅榮耀歸俾首都聖城。就如聖經啟示錄21章26節提到，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於那城。咁我知道啦，城外萬民雖然全部都係冇得主潔淨嘅非信徒，但有啲人如果以前所行嘅事，相對其他非信徒而言，係比較好嘅話，就可以喺城外得到比較好嘅身份同地位，例如做列國嘅小君王，或者住喺高尚住宅區，住喺接近聖城嘅地區。你嘅想象力真係豐富，如果真係咁，嗰啲以前做得壞事比較多嘅人，可能就被編去距離聖城較遠嘅貧民區，甚至接近火湖嘅邊界，你話係咪咁呢？
唔出奇㗎，所以大家都係努力爭取進入聖城比較保險。